这几年，台湾有真侪少年动画导演的作品伫国际舞台受到关注，亲像少年导演史凯伦的作品《Eureka》就入围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荷兰等国家的影展。伊用烟枪比论做平行的宇宙，探讨这生命甲死亡，也要甲这个作品献予伊的妈妈。咱做伙来看。 主角有着一罐烟枪走跳伫咧无共款的时空中，这是台湾少年动画导演史凯伦的作品《尤里卡》，入围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荷兰侪无共国家的影展，伫国际舞台有真好的表现。透过烟枪来比论平行宇宙，探讨死亡甲生命。导演讲，这是伊经历过妈妈破病了后对生命新的理解，透过创作行出悲伤，将这个作品献给妈妈。 当我开始要毕业制作的时候，那时候家里就是我母亲有生病，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就在我身边。这个作品对我来说，它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只是要表现我的技术、表现我的能力的作品，它反而是一个可以疗愈我的一个方式。 尤里卡是史凯伦伫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的毕业作品。学校的指导老师肖胜文嘛是动画创作者，伫大学教册已经6档。伊认为史凯伦的作品特别的所在是依靠一个人的力量，独立完成所有的环节，非常认真去研究无共款的技术甲科技。我们在课堂上面教授的动画的相关的技术，其实涵盖了2D、3D。那启伦的话，它主要会专注在3D 动画的部分。 那3D 动画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有相当高度的一个技术密集的部分。我们会希望以个人的形式独立制作，可以完成在动画里面的所有的环节。老师嘛讲，即马台湾少年的动画创作者对事物拢有真有路的观察，互因的作品会当伫国际上受到关注。史凯伦毕业了后嘛，伫台湾成立家己的工作室。伊讲，伊目前是打算将台湾当作伊的创作基地，为台湾的动画产业出一份力。记者王可选、柯明在台北报道。